大家好，今日由盛記亞羽田地產出碟，為大家介紹太和區一個私人屋苑翠怡花園。呢個使用面積係302尺嘅兩房單位。屋企你先，旁邊呢個位放咗個鞋櫃，客飯廳方正，梳化位置，電視位置。一望出去，開揚景觀，遠望山景。房間主人房做咗一個地台床，一個高身嘅自立衣櫃，下面有好多儲物嘅空間。另一邊房間做咗一張碌架床，希望出去就係太和火車站。浴室採用企缸，有窗，空氣流通。最後睇睇廚房，有雪櫃、洗衣機、煮食爐、茶煙機。翠怡花園位置優越，鄰近太和火車站，樓下有食肆，附近有街市、巴士總站、百貨公司。呢個單位業主意向係放租以及放售。有興趣嘅朋友請向世紀21羽田地產查詢。多謝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